美國政府因應非洲伊波拉疫情持續擴散，宣布收緊入境措施，限制曾經到訪疫區嘅非持有美國護照人士入境，為期30日。當局話，伊波拉疫情目前對美國民眾嘅即時風險仍然係比較低。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喺星期一表示，任何喺過去3個星期曾經到過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或者南蘇丹嘅非美國護照持有人將會被限制進入美國。措施即時生效，為期30日。措施唔適用喺美國公民、綠卡持有人同埋美軍人員。當局亦都會加強嚟自受影響地區旅客嘅公共衛生篩查，並且同航空公司同埋入境口岸協調，追蹤可能接觸過伊波拉病毒嘅人。世界衛生組織認定喺剛果民主共和國同烏干達出現嘅伊波拉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根據最新資料，今次疫情已經造成最少80人死亡。CBS 新聞報導，最少6名美國公民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曾經接觸病毒，最少1人已經確診。美國疾控中心話，喺現階段評估疫情對美國公眾構成嘅即時風險比較低。The risk to Americans right now is very low. Ebola is not something that spreads through the air. You have to have direct contact with somebody, their bodily fluids.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we allow this to spread uncontained, that does start to pose risk. 另外，科羅拉多州有1名成年人確診感染漢坦病毒之後死亡。州衛生部門指，相關病毒喺當地每年呢個時期都會零星出現，目前正追查感染來源。同時強調，嗰個個案同近期大西洋洪迪厄斯號郵輪爆發嘅疫情無關。